宜兰有一间诊所的消防设备歹去啊，半暝向单警报，为半暝2点连到半暝4点，拢无人来处理，甲附近的住户是吵甲拢无法度困。目前诊所已经会室咧，讲会请人来修理。 一间诊所火灾警报大响，呼吁所有人赶紧往安全门逃散。不过看现场无人，大门锁掉的，无火昏嘛无火。火灾警报半暝大响，吵到附近的居民，有民众惊一个，将影片翕落来打进网络。然后这个情况一路持续到大概3点4点，就我们下班前都还是有持续听到，所以就做这个录影的动作这样。 民众讲，这间第宜兰的诊所消防警报为透早2点响到4点，拢无人去处理。一个开始想讲是火灾，实际去查看才发现讲是歹去。这个诊所是讲，因为火灾受信总机故障引起的，对造成附近住户的困扰感觉真犀利。这种问题嘛，凸显消防设备定期保养的重要性。甲类场所是每半年一次，乙类甲类以外就是甲类以外的场所就是每1年一次。 像比方说，医院、安养中心、旅馆，这个是甲类场所，每半年检修申报1次。根据各种场所消防安全设备的设置标准，病院、旅馆等各类场所每半年保养消防设备1届；公家机关、学校等一类场所每1年嘛都爱保养1届。有消防设备需服用，一定爱确实定期保养，才会当避免设备误报，去吵到消防人员甲民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